财政部今日公布头一批申请案的违规情形有1502件，其中唔是买来家己住，是说服别人的有1332件，大概占了8成。也若是借人头来买厝的有170件。这人放掠到这贷款的年限对40年变做30年，也若这房贷利率也对申请案的1.775%转贷了后变做是2.75%。申请案政策带动房市转热，互厝价嘛一直无法度倒来。都惊出现投机者是人头户。财政部16公布第一波申请案违规的案件，查核时间是对去年的8月初1到今年的3月底。无家己住的个案拢总有1502件，包括租予别人有1332件，含人头户170件。收落来，阁要来查第2摆。有转租的话，马上就会面临停止适用利息优惠这样的风险。我们这边还是会要求银行持续去做好贷后管理的。倒卖厝的中人伫面册发文讲，有客户互银行通知讲，因为厝卡申请税厝的补助，互掠到违规，互银行甲优惠贷款条件拢收转去。台中有一个30几岁的查甫人，伫高铁附近开差不多1300万买一间大楼的中古厝，贷款1000万，互掠到讲用申请案贷款，但是却违规租予别人。厝贷款的年限40年降到30年，利率嘛对优惠的1.775%转贷变2.75%，款案期逐个月的贷款对15000变做23000。被降成数，但它是有余力可以做一个负担的状态下。当时的用意虽然说可能要出租，但他之后还是想要自住的状态。以我们现在状况，就是协助他做一个转贷。这是申请案政策和科技业的开发，拢推升房市转热。有经济专家认为讲，央行正正提出第6波的信用管制未退场，甚至有可能国家。把一些成数给下降，它可能是手段之一，货币管制的方式让银行放贷出去的成本增加，减少他们的一些放款意愿，让市场降温。根据财政部的统计，6月单一个月携贷的户数是7244户，携贷金额是567.7亿，含5月比是减1成以上。另外，申请案新贷户的占比，央行都在统计。房市专家讲，房市股市联动，贷股大起，数字嘛过去房市，加起来恐惊是无啥会降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